你嘅一生到底有幾多時間係為咗唔想被人討厭而活？一本書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人哋由受害者變做主宰者，由自卑到自由，由討好到自在？被討厭的勇氣唔係心靈雞湯，今日就等呢一個人生哲學家教你幾招啦！喺人際關係嘅戰場上面，搶翻你嘅人生主導權，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斷捨離人哋嘅眼光。大家唔好俾呢一本書嘅名嚇親啊！呢一本《被討厭的勇氣》係由日本嘅哲學家岸見一郎同埋作家古賀史健而作㗎。佢哋將阿德勒心理學包裝成青年人 vs 哲學家嘅辯論，冇門牆亦都冇術語，得啖笑仲有刀刀見血嘅金句啊！呢本嘢喺日本已經賣爆咗300萬本啦！你嘅不幸係自己揀㗎，一齊踢走受害人嘅標籤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本會顛覆你嘅價值觀嘅一本書《被討厭的勇氣》。書入邊咧有個好經典嘅例子，一個宅男暗戀佢嘅女神，但係又唔敢表白。佢咧就同個哲學家講：我係因為怕被拒絕先唔行動咋。點知呢個哲學家咧就窒翻佢：錯，你係為咗唔被拒絕，所以就製造咗害怕嘅情緒去逃避啦。唉，咁即係話其實係我哋成日自己揾原因去呃自己，其實係目的行先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下點樣用呢本書嘅3大心法做個討厭唔起嘅人啦。首先咧，同大家踢走一個諗法，啲人成日都話原生家庭毀咗我，或者係前任搞到我唔敢再拍拖，其實都係自己呃緊自己咋。書入邊咧就係一個紅臉症嘅女孩。個女仔咧就覺得自己一見到人塊面就會紅晒噶啦，所以咧一路都唔敢同人交往。阿德勒咧就話唔係因為面紅先逃避，而係你為咗逃避關係，所以令到自己面紅啊。因為只要你一路 keep 住保持住面紅，你就唔使接受失敗，亦都唔使被拒絕，保持住面紅就可以完美咁樣逃避問題啦。你嘅症狀其實係為咗達成某一啲目的嘅工具嚟嘅咋，好似呢一個面紅症嘅女仔咁啦，佢為咗逃避佢對社交嘅問題，佢用呢一個面紅嘅症狀作為佢去逃避問題嘅工具啊！佢嘅真正目的咧，只係為咗唔想社交，為咗呢個目的，面紅就係佢嘅工具啦。你嘅人生劇本編劇係你自己啊！即係話，與其埋怨過去，不如問下自己，我而家想達到啲咩目的呢？你又有冇試過好似呢一個故事咁樣用症狀嚟做擋箭牌呢？ Part 2，關你咩事？課題分離大法。作者提出嘅第2招咧，就係課題分離啦。書入邊嘅哲學家咧講得好絕，連父母嘅課題都唔關你事噶。阿德勒咧就話，人際關係90% 嘅痛苦都係因為撈亂咗課題咋。記住口訣：關你咩事？關我咩事？例如你考試考得好差啦，阿媽真係激到震咁樣話：點解你考得咁差噶？阿德勒咧就會話，其實咧佢嘅憤怒係佢嘅課題。你只係需要為你自己嘅成績負責，並唔需要為咗你媽咪嘅憤怒而負責㗎，因為你媽咪嘅憤怒係佢嘅課題，而你嘅課題呢，只係你自己嘅成績嘅責任啫。或者媽咪又話：唉，人哋個個都抱孫啦，幾時到你生小朋友啊？你呢，呢個時候只係需要好冷靜咁樣回答：我明白你嘅擔心，但係我嘅人生我自己會負責。或者喺職場上，書入邊咧就係一個打工仔嘅例子，有個同事咧就成日都偷懶，推晒啲 job 俾你做，你又唔敢拒絕喎，你驚拒絕咗會被人討厭。哲學家咧就冷笑咁樣話：佢點睇係佢嘅課題，你嘅課題咧只係選擇幫定係唔幫， say no 定係做奴隸㗎咋。同事點睇你，關你咩事啊？記住啦，人際關係嘅王牌永遠都係喺你自己隻手度。點樣被討厭仲可以笑住咁過？被討厭其實係等於自由嘅入場券。全本書咧最核心嘅理念，自由就係等於被討厭的勇氣。被討厭嘅勇氣就係自由嘅代價。書入邊個年輕人咧就問個哲學家：點解要追求被討厭啊？因為你唔係人民幣啊，你唔需要全世界人都中意噶。或者有另外一個更貼地嘅例子，你着住一套你自己好中意嘅衫出街，有人話你騎呢，你又會點應對呢？阿德勒就話，你嘅課題係享受自己嘅風格，對方嘅批評等俾佢自己處理啦。或者試想像下，你又敢唔敢
辭咗份高薪但係厭惡嘅工作，即使全家反對，又或者喺啲親戚嘅飯局度講，我唔想生小朋友㗎。你嘅人生究竟係咪為咗滿足其他人嘅期望而活㗎？記住書入邊嘅金句啦，真正嘅自由係擁有被討厭的勇氣。當你唔再討好全世界嘅時候，其實全世界反而就會尊重你㗎啦。書入邊最後一個章節話，幸福嘅核心係貢獻感，唔係為咗討好他人啊，而係相信自己存在就有價值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嗰個怨天尤人嘅朋友啊，同埋喺 comment 留低你被討厭嘅故事，我哋一齊加油做一個有被討厭的勇氣嘅人啦！下條好書分享嘅片見啦，拜拜。